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这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欢迎收听1月28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今天要持续来分享以斯帖记3章7到9节，命运天注定。你觉得你的命运是天已经注定好不能改变的吗？还是你的命运是我们这位天父他要帮助你定义要活出永恒的生命呢？所以今天的命运天注定，我们要来认识上主对我们的命运有什么样美好的心意。当我们在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跟我们每一年在农历新春期间，或者是国历的1月1号的时候，很常我们看到新闻，许多的庙宇人士会做一件事情，他们会透过抽签来寻求未来的运势。其中呢，以国运签呢是最为人熟知，或者是最为人关心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各地方的签诗结果各有不同。有人说是大同小异，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去了解的时候，有的地方抽出是上上签，有的地方抽出是这个下下签，有的地方是抽出这个中下签，有的地方还抽没有签。哇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该怎么去解释这些签诗啊？今天有一个人他也抽签，然而在这个抽签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抽签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吗？还是我们的抽签是符合上帝公义的心意呢？我们的主上帝他透过抽签，他也让人抽签哦。我们看过去在犹太人历史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透过用这个乌灵和土名，好像也是用抽签的方式。然而这个抽签跟今天经文里面的抽签真是太不一样了，或许也跟我们有一些人的抽签是很不一样。因为抽签的心意不在乎抽出对自己最有利、最有益、最适合，而在乎这是不是上主的心意，这有没有符合上主的公义。所以箴言16章33节 RPG 祷告的经文这样说，这之前也出现过，但这个经文真是说的太精准。他说，人尽管抽签问卜，但决断在乎上主。人不管怎么抽签问卜，但如果这件事情它的结果人还是没有办法决定，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真的是人没有办法决定。我们早上抽一个方向，抽一个感受，抽一个让自己好像有点心安理得，或是抽一个让自己恐惧不安，要想方设法要避灾避祸。但是在后面这段经文才是重点，决断在乎上主。以斯帖记今天里面的哈曼，他就是透过抽签，但很清楚的让人看见他是要寻求自己的益处，但这件益处有没有符合上主他心中的公义呢？若是不符合，你觉得这签到底有效还是没有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要看见当哈曼来寻求未来，这签抽出的日期亚达月13日，也就是12月13日，他要来大展身手的时候，要来杀灭犹太人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哇，这对他来说可能是上签，可是这对末底改这个犹太人，或是这个整个犹太人的民族，不过就是下签。那我们怎么来聊这些运势呢？这运势好像在每个人身上不就完全都不一样了？其实在今天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抽签以斯帖记里面，后来他们过这个普珥节，普珥的意思原来就是抽签的意思。他们透过要抽这个签哈曼透过抽签是要来害犹太人，然而上主却选了一个更适合的日子，好像就是这个被抽到的这个日子却是完全的不一样，他是翻转要拯救犹太人。在今天呢，我们看见
当我们面对这个抽签，如果我们的认识只在于自己的益处，而忽略了上主公义的心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抽的签是为人的益处，为其他人的益处，还要有一件事情是它有没有符合上主的公义，有没有符合上主的公义，有没有在上主的掌权当中，不是我们自我中心的认为就是该这样，它就是这样发展。很多的时候，这些签之所以准，是因为人的心一直靠向那里，靠向那个方向。所以抽到下签，我相信他，我认为我会活得很惨，我就把自己的这个生命交给这个签诗的内容，然后我就真的就活得很惨。这个叫做自我预言啊，自我应验自己的话，然后自己会去符合那个话，然后他应验，然后你再来说这个签诗很准。然而上主是以他的公义来看待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说自己做的是对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寻求上主。如果这个签诗这样说就是是了，那我们真的不需要努力的过生活，我们随便过，我只要抽到一个好签，我大概就可以过那样的生活，不是吗？在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当哈曼他在抽这个签的时候，他抽到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日子，对他来说的上签，要在这个日子里面来杀灭犹太人。那天的那个签诗的注解叫宜杀灭犹太人，于是就开始行动。他开始行动的第一件事情是他来到王的面前。许多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人的心里面有许多符合事实，但是这些事实里面只要有一个谎言，他可能就完全扭曲了这件事情，而人不一定听得出来。所以我们的牧者团有常在讲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是福音，可能是祸因我们自以为是福音，但可能对我们来说是祸因，因为这件事它要摆放在上主的面前来观看，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福音，还是一直让你帮助你，结果你越来越软弱，无可自拔，甚至就觉得我就是该这么软弱，不然你要怎么样？其实在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当哈曼禀告王的时候，他跟王说，有一个民族散居在王国的各省，他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跟其他的民族不同。不但这样，他们连国家的法律都不遵守然后就讲说容忍这样的人对陛下没有好处。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这个话有点似是而非因为有一个民族散居在王国各省，的确有很多民族当时就是散居在王国各省，其中一个就是犹太民族。而犹太民族他们真的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因为他们定义要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跟其他的民族有一些生活的方式，比如说吃的方式，或者是这个敬拜的方式，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然而讲到这些事实之后，就补了一句说，不但这样，他们连国家的法律都不遵守。这句话好像有那么对的地方，也有那么错的地方。因为末底改的确没有跪拜哈曼，他没有照着王的命令去跪拜哈曼，他的确是违反王的法令。然而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吗？很多时候会不会在哈曼的心中，他早就已经以偏概全了，他只不过就是想要借题发挥，然后连坐其他犹太人呢，而且还说这样的人对陛下没有好处。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王还在思考，有吗？是这样吗？可是讲到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话术真的很厉害他跟王说，如果陛下认为妥当了，就命令颁布命令要灭绝他们。然后呢，接下来说呢，我保证王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带来更大的好处，就是让王的国库可以增加34万公斤银子，作为国家的行政经费以当时的这个波斯帝国来说，的确他们希望以怀柔政策，希望每一个地方的民族都能够和平共存好好的回到他们家乡，敬拜他们的神，为王求好处不要有异心，不要来违抗王的命令。然而在这里，当哈曼这样讲的时候，王心里可能在想
该不会要动荡不安了吧？犹太人真的会这样吗？他其实这边没有说到是犹太人但是却有讲到说有一个民族，所以王也要去推敲，去想说是不是哪一个民族。然而在这里哈曼又讲说还有更好的，就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银子会送入你的国库。我们看到哈曼是一个运用权势的人，甚至他求签运来帮助他找到那最适合的日子。然而我们的主却是在万事上鉴察的主。签运我们尽管抽，可是抽完之后，上主还是按着他的公义、信实、慈爱、真理来对待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去抽这个签的时候，我们要来思考，我是将我的生命交给签运，还是创造我的主上帝？如果我真的就抽到下签，难道我这一年就是衰吗？如果我真的抽到上签，难道我这一年不会有挑战跟困难吗？我们的生命不在乎这些签运，签运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感受，或是对我们的当下有一些话语。然而我们的一生是在主的手中，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之外。他的心意是要赏赐平安，是要带来盼望。我们要拒绝一切的谎言，拥抱不变的真理，那才是基督徒真正的命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向你感谢，也要求主你的赦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的签运上面，主啊，但你却是要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拯救里面。主啊，我们要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定义，是定睛在主你的话语，在主你所带给我们那让生命拥抱真理、拒绝谎言的方向里面。特别是在许多的时候，环境好像有许多的事实，好像有许多似是而非，甚至在这些事实里面好像掺杂一些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甚至是谎言，但我们没办法辨认出来的时候，你仍然以那看不见的手来扶持，来保护，来守望我们。好像你如今虽然在环境上看来对哈曼是有利有益的时候，主你仍然在保守犹太人，仍然在保守你的子民，仍然在保守亚哈随鲁王的这个国家。恳求主你也来带领台湾，不是走在签运的限制里，而是能够突破这样的框架，走在上主你的真理和公义里面。我们也相信你要带领台湾，带领这个社会，带领我和我们的家庭，都要走在你对你子民的心意里，是要带来平安的意念，是要带来有盼望、有指望的方向。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将我们今年一整年的运势要放在主的里面。你亲自带领我们，我们依靠你便一无所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今天的迦南之声，愿我们要来经历主所赏赐每一天的签诗，都是要带给我们平安有盼望，让我们透过我们所行所信所倚靠来经历他对我们那美好的心意，而且是永恒的心意，如同这个片尾一样。